大家讲连续落雨，落到咁样生菇，这是真正生菇啊！哦，这生菇的所在，就是伫咧台北市东湖国小边啊草坡啊顶头，骨纳类野菇。这专家就讲，这落雨的时间啊，这款的情形会搁再一次发生。刷落来，也到东北季风，到风台的形成咧，大家爱继续来注意观察。哦，有，那边有一斗菇。 手机草坪到底是看到啥这么惊吓？原来是北部大雨落袂离，台北大湖区东湖国小外口生几粒类香菇。泡潮湿才会这样子，不能没有看到。以前好像很少看到呢，好像这几天才看到的，都不能吃啊，那个吃了会中毒。没错，规丛好好，千万唔通慢这有毒的香菇来食。大家看到香菇拢足好闲，不过更加想要知影这雨要落到第时。气象专家甲先生分析，未来10天阁有3波的东北季风。看气象署降雨趋势图，28号到29号北台湾大水雨，30号有一天降雨浪胖，不过31号阁会落。目前阁有热带扰动等咧发展。10月底、11月初，有可能是在菲律宾更东边接近关岛的地方，可能有另外一个热带扰动的发展。那这个热带扰动发展，它有没有机会变台风？看起来是有啊，不过因为时间相对是比较早了哈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，就是说未来10天哈，在热带的系统的发展，其实还是有机会。 其中，伫南海的热带扰动，除了可能变做热带性低气压，嘛有可能发展做风台；也若伫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扰动，嘛无排除变做热带低压。不过，教先生提醒，后续发展甲路线也阁爱进一步观察。不过，最近雨落袂停，就毋望落雨的日子量早结束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